華虹地產呢個叱咤中山樓市高端市場多年嘅大佬，終於都頂唔住啦！中山東西向大動脈博愛路旁邊嘅華虹景悅軒啊，由最初嘅25000均價到近2年嘅18000均價，再到現時嘅11000幾啊！你唔好話佢係咪俾4代宅嘅實用率戶型格局砌到冇晒意見，定係俾周邊二手成交價打到褲都甩埋啊！一句話，今次推出嘅樓層同價格咧，真係夠晒靚仔，夠晒誠意，拎包入住正裝現樓。唔理佢之前割咗幾多韭菜，但呢次一個字，益街坊。先講解佢目前大致嘅情況，最後再話俾大家知佢嘅缺點同埋適宜人群。去片景悅軒最殺食，亦都係其他樓盤難以複製嘅地方，唔係佢樓盤本身，而係佢有個golf景觀。一共18棟建築，分別係6棟圍合式嘅高層住宅，同埋11棟別墅，仲有1棟公建配套。坐北向南，北高南低嘅佈局，啱啱好將愛因高爾夫球場景觀一覽無遺。最抵死，啱好隔離有條活水河，成個球場形成咗左青龍右白虎嘅佈局，信唔信都好啦，反正個景觀鬼死咁靚，前面又係5季山脈，空氣夠晒正。樓盤嘅綠化率咧係38%，但如果加埋球場，60% 都唔止啊！車位亦都係充足嘅，1:1.46，城區水平線上嚟講屬於中上啦。目前在售緊嘅面積都幾多下㗎，有98、112、131、146、153同162嘅。咁今日就帶大家睇睇最有代表性又賣得最 hit 嘅3個戶型，分別係98平方、131平方，仲有153平方。98平方係傳統嘅樹廳動靜分離格局，3房2衛，2個客房，中規中矩啦。陽台雖然唔大，但個景靚喎，補翻數。呢啲景喺中山甚至打灣之都好少見嘅。98平方仲有一個驚喜嘅地方，就係佢嘅主人房啦。呢個咁大嘅衣帽間呢，居然係唔計入產權面積，完全係擺技嘅。靚仔樓層110萬出頭，17個左右嘅首期，每個月4000蚊到啫。如果嫌細，我哋再去睇下131平方嘅戶型格局啊。131平方亦都係傳統經典嘅南北對流雙陽台格局，而且無論主陽台同生活陽台都差不多大細。生活陽台仲係連接住個廚房，唔大就假啦。呢個面積段好多樓盤會做4房，但佢為咗房間嘅舒適性，選擇做咗大3房，有得有失。如果你係比較注重獨立空間舒適性，而且居住人數唔超過4個人，呢個戶型可以關注下。主人房有驚喜，佢居然係連接住個景觀陽台嘅，嫌主人房唔夠大，可以推出去封個落地窗。朝頭早或者下午有時間坐喺窗邊睇住個 golf 景食炭啊！153依然係傳統南北對流雙陽台格局，呢個主陽台係連接住客房，所以客房推出去做個落地窗，景觀一樣好正。生活陽台係連接翻個廚房，同131平方嘅2個陽台差不多大細，區別在於153平方係5房3衛雙套房嘅設計，而且門口呢間房係唔計入產權面積，係擺技嘅。除咗呢間房同連接住主陽台嘅客房，其他2間房就顯得中規中矩啦。最後我哋再嚟睇睇個主人房，270度嘅採光同景觀，大平層專屬啦。靚仔樓層170萬左右，26個左右嘅首期，每個月6000蚊到。如果注重改善嘅群體，可以重點關注下呢個盤。感興趣嘅評論區。最後同大家講講佢嘅交通啦、配套同埋缺點，仲有適宜人群。首先，景悅軒坐落嘅位置咧，就決定咗佢嘅交通一定係便利嘅。博愛路城區主幹線嘅大動脈貫穿東西成個城區啊，1.5公里就係南外環快線，同時接駁深中通道嘅中開高速。香港深圳揸車翻嚟，一落高速6分鐘就翻到屋企。喺生活配套方面，距離3個大型商圈遠洋大信啦、Coco City 同 Top Park 富日城都係幾公里10分鐘內嘅車程。最後講講佢嘅缺點同適宜嘅人群。首先就係書包仔麻麻地啦，無論中學、小學都唔算拔尖，
另外就係噪音，雖然靠近博愛路係好方便，但北向房間同陽台多少有啲噪音。如果唔考慮靚仔書包同埋睡眠質量嘅剛需改善朋友，呢個盤真心衝得過。但如果需要靚仔書包、睡眠質量差嘅朋友，我勸你都係睇翻東區、西區、石岐好過啦。感興趣嘅評論區留言啦。